新闻一开始先看总统赖清德咧电视台专访，专讲是警伫咧209兵工场，也就是分霸铁甲车生产基地。这重点就是要来讲国防自主。这赖总统嘛强调讲，若是有任何传出伊已经投降的消息，这拢是假，只有靠真正实力，才有法度来讲和平。和节目主持人做伙加入国防部军备局209兵工场，总统赖清德这回接受专访，调工无选伫的摄影棚也是总统府，颠倒是加入军工的现场，要让台湾人实际感受到国防武算不是一组数字，是实际投入战备甲3零。到目前为止，他还不够这个实力嘛？但是我们不以此为自满，就是我刚刚有提到，我们要持续增加我们的防护力量，我们要持续提高我们这个豪猪的这个力道。讲到国防自主，总统赖清德表示，要提悬力头，必须要展现高度防卫决心，才通甲中国下好调。而且强调，中国伫侵犯的过程当中，有可能会散布假消息，互咱民心士气拢散去。在整个中国侵犯的过程当中，如果有任何消息说我投降，那绝对是假消息。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进前嘛要强调相关的对待立场。我们愿以最大诚意，尽最大努力，争取和平统一前景，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。赖清德解说，和平是无价，战争无人会赢，不过和平一定要靠实力才通得到，袂当靠一张协议尔尔。我身为总统兼3军统帅，我最大的使命就是维护国家安全跟区域的和平稳定，不让战争发生。那边赢第4届走动国防特别条例，而且要求赖清德去到立法院报告备询。赖清德互人问到这个议题时阵，表示伊愿意去立法院做国政报告，不过随问随应已经违宪，问题要解，要着那边赢有动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